未了婚龄中家病院，前几天有善心的人士送来救命神器，以及这个机器会用到的消磨品，对医疗人员甲患者有真大的帮助。疫情期间，第一线医护人员真辛苦。未了婚龄中间纪念病院，这阵啊收到真侪民众捐的物资，佮有关心，互因感觉真温暖。我们的医护人员一直都感受到各界对我们医护人员的关心啊。 那也接收到非常多来自各界的一些捐赠。未了中间病院有些专职病房，会收到可能患着病毒或者是较真的病人。顶礼拜四，就有善心人士佮有善心企业送一台救命神器，是高流量上诉的偏导管专配系统，互病院真感谢。到大家的一个支援，那我们希望把病人照顾到最好，能够顺利的、平安的出院，然后回到他的工作职场。 婚龄关真欠医疗资源，希望这摆善心人士的资源会使互所有患者拢平安健康出院，等去过正常的生活。